镜头锁等来台湾，配合着振兴三倍券，7月15要来就路，有公部门带头来拼经济。过去中央到地方各机关拢有禁车令，袂当到大饭店或者是风景区来举办会议或者是讲习，即卖拢要改除咯。即卖通啊到机关以外饭店场馆来办活动。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这是为着要帮饭店来渡难关。 院长苏贞昌呢，今天专程来土城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国道3号呢将新增一个交流道，叫北土城交流道。不过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现在公务员的禁车令即将解除，而且是为期1年的时间。我们来听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怎么说。政府解除禁令是也要以身作则，鼓励相关政府包括国营事业，如果有会议、训练等等需要，都可以订定各个。 饭店业者等等，也是促进业者走出困境。另外，除了禁止车花令以外，交通部长林佳龙伊嘛宣布一个好消息，振兴3.0的方案即将在7月份要实施。是7月登场才能够就是无缝接轨，啊，才不会到6月底之后导致有一些观光产业他们可能会面对到关店或者是裁员所以我们也跟时间在赛跑。 为提振经济开始，其实这包括有真侪华东地区、离岛地区的观光业者，拢有感受到，已经有真侪民众起来去佚佗。是讲都市型的饭店，却有可能因为较无国际观光客，所以讲因的情形并无改善。林佳龙强调讲，交通部会尽量去支持，也不过业者本身嘛会拍拼。